一年瞓喺度就能夠賺到14億美元，我哋一齊揭秘一下特朗普嘅8億變現魔術。歡迎收睇屈機觀察，縱觀寰宇，洞察先機，我係伍俊瑜大魚。據美聯社等等嘅媒體6月30號嘅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提交俾美國政府道德辦公室嘅2025年度嘅財務報告就顯示，舊年特朗普家族嘅加密貨幣業務為佢哋帶嚟咗超過10億美元嘅收入。而今年5月，美國政府道德準則辦公室披露嘅報告就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第一季度進行咗3600幾次嘅股票買賣，其中就包括咗好多直接係佢決策影響嘅公司嘅股票。根據呢一份100幾頁嘅最新報告，由於特朗普嘅股票買賣嘅頻率好快，3個月嘅交易額就可能已經超過咗1億美元啦。股市開盤之後，平均每一日交易接近60次。另外，根據呢個財聯社嘅報導，特朗普喺加密貨幣領域嘅收入最少達到12.24億美元，成為佢個人2025年最重要嘅收入來源之一。此外，喺股票投資方面，特朗普嘅眼光真係非常之精準毒辣啊！佢嘅財富管理團隊投資組合涉及英偉達公司交易額係高達600萬美元。佢嘅投資組合入邊仲有蘋果啦、波音啦、Tesla 啦等等呢啲公司嘅股票，以及係包括埋呢一個洛克希德馬丁同埋洛斯普羅同埋通用動力在內嘅美國軍工一啲嘅供應商嘅股票。3月11號，英國獨立報援引咗福布斯雜誌消息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嘅淨資產就大約係65億美元，比起2025年增長咗14億美元。報道指出，特朗普喺加密貨幣領域嘅投資帶嚟咗豐厚嘅回報。報道亦都話特朗普而家喺全球3428位嘅呢一個富豪嘅排名當中佢排喺645位，比起2025年嘅排名足升咗55位。而喺7月1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淡化佢舊年收入暴漲嘅一件事，佢就話佢嘅投資決策係由外部人士做嘅，而佢獲利單只係因為股市上漲。股市上漲，大家咪賺錢咯。佢當日仲同記者話：我唔會插手我嘅私事，我嘅錢係由專人管理㗎。話喺我嘅總統任期之前其實我已經係賺咗好多錢㗎啦。佢哋幫我投資，但係我就從來唔會同佢哋傾偈㗎，我從來都唔會，甚至唔會同佢哋有任何嘅聯繫添。今集特意同大家講講特朗普嘅8億槓桿。喺節目開始之前，提大家記得訂閱屈機 TV、留言、讚好同分享俾朋友知道。要理解特朗普點樣喺股市上面獲利我哋必須要睇清楚佢如今嘅財富底牌先。根據路透社同埋時代雜誌對2026年最新嘅財政披露文件複核，自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嚟，佢嘅個人同埋家族從加密貨幣等等呢啲數字資產項目當中獲得嘅就已經係累計至少達到23億美元㗎啦。呢個直接就導致到佢個人嘅資產淨值從呢一個2024年嘅23億美元一路飆升去到今年嘅65億美元。呢一個係福布斯最新嘅估算嚟㗎。而呢一筆前所未有嘅總統橫財主要係由以下3個極具爭議嘅管道構成㗎。第一個就係一個世界自由金融嘅9倍神話。呢一間就係由特朗普嘅3個仔，以及係美國駐中東特使呢個威特科夫個仔喺2024年9月共同創立嘅加密貨幣初創公司。特朗普本人就擔任名譽共同創辦人。權威文件就顯示呢間公司喺過去1年內為特朗普家族帶嚟咗接近8億美元嘅收入。其中就包括咗代幣銷售直接收入超過5.2億美元，出售企業股權權益超過2.5億美元。對比上一個年度嘅財政報告，特朗普當其時從呢一筆嘅項目當中嘅申報嘅收入就係只係得5735萬美元嘅啫，亦都即係話，自從佢成功當選並且掌控白宮嘅行政大權之後，呢一個項目嘅吸金能力喺1年內暴漲咗9倍。
第二咧就係 Trump Meme-Con 嘅一個權力抽成報告就指出特朗普透過呢一間公司名為 CIC Digital 嘅控股公司，從佢個人主題嘅呢個 Meme-Coins 咧就特許授權銷售當中咧就獲得咗6.35億美元嘅特許權使用費，而呢一啲印有特朗普頭像，甚至咧喺佢遭遇刺殺事件之後推出嘅數位紀念幣，實際上並冇任何傳統商業資產作為抵押，佢嘅價值完全係取決於特朗普嘅政治熱度。第三就係海湖莊園嘅權力尋租日價。除咗數位嘅資產，特朗普嘅傳統業務咧亦都因為佢嘅權力身份而迎嚟咗扭曲性嘅暴利。文件顯示佢嘅傳統高爾夫球及呢一個度假設施收入增長咗15%，略高於5億美元。而佢喺就職之後花費大量嘅時間停留同埋辦公嘅呢個佛羅里達州嘅呢個海湖莊園啦，佢嘅俱樂部咧嘅年收入就由2024年嘅5000萬美元直接飆升去到7700萬美元，暴漲咗54%。白宮發言人咧對此咧就發表咗一個官方嘅聲明，佢就話極力咁撇除利益嘅衝突話特朗普咧就透過行政行動，自豪咁樣令到美國成為全球加密貨幣之都。所有嘅行動都係以美國人民嘅最佳利益為出發點咁話。但係正如美國前政府嘅倫理辦公室代理負責人咧，佢就話佢接受相關嘅一啲媒體採訪嘅時候就話呢個後水門時代嘅每一位總統都自願以彷彿自己受到利益衝突嘅約束嘅方式去管理財務，但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呢一啲嘅規範完全都拋諸腦後。佢比起任何人更加能夠說明更加多倫理改革已經可以話係勢在必行。掌握咗上述嘅背景之後我哋就能夠清晰咁睇得到特朗普係點樣去利用佢嘅地緣政治博弈喺全球股票市場上邊去實施精準嘅收割啦。喺傳統嘅政客眼中，地緣政治係一場嚴肅嘅涉及國家安全同埋外交談判嘅博弈，但喺特朗普嘅商業大腦入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就係美股市場上面最大嘅波動率放大器。而特朗普亦都深知道佢作為美國總統，口入邊講出嘅每一個字都具備法律預期嘅效應，而佢最擅長使用嘅呢個博弈工具就係關稅啦。每當佢需要為自己嘅政治籌碼加碼，或者單單係為咗向世界展示權威嘅時候，佢就會毫無預警咁樣宣布計劃對某一啲嘅國家或者特定嘅行業徵收25%甚至60%嘅懲罰性關稅。呢項嘅言論一出，權威財富媒體例如彭博社路透社就會即刻實時咁報導，咁引發起以下連鎖嘅金融反應。依賴海外供應鏈嘅跨國巨頭，好似係 Apple 呢個 Walmart 或者係啲跨國汽車製造商佢哋嘅股價就會喺幾分鐘之內就大跌5至10%。美國本土嘅鋼鐵製造業等等替代受益股佢哋嘅股價就會瞬間暴漲。對於二級市場嘅普通散戶嚟講，呢一種毫無徵兆嘅暴跌係毀滅性嘅災難。但係對於能夠提前研判到特朗普行為模式嘅避險基金，甚至係同特朗普家族好 friend 嘅華爾街大亨嚟講呢個就係一場多空嘅雙殺，精準收割財富盛宴。喺特朗普佢親手打造嘅呢一個上市公司叫做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佢嘅股票嘅代號係DJT， 就係地緣政治金融化嘅一個終極版本啦。喺過去關鍵嘅地緣政治節點入邊，呢一間公司嘅股價走勢係可以話係同佢嘅政治生涯係完全重合㗎。2024年7月喺賓州嘅槍擊事件，特朗普遇刺受傷並且揮動拳頭嘅畫面傳咗出嚟之後，星期一美股開盤，呢間公司嘅股價瞬間就暴漲咗30%，因為市場將會預期佢勝選嘅機會飆升，係一個經濟嘅投射。大選博弈同埋就職之後隨住2025年佢正式重返白宮， DJT 呢一間公司嘅市值亦都喺冇任何健康營收嘅支撐情況底下，
一度衝破咗100億美元。嗱，咁樣就導致一個全球金融史上從未出現過嘅現象，就係呢一個公司嘅股票變成咗一種地緣政治替代嘅標的。由於法律嚴禁呢一啲外國嘅政府或者海外企業直接向美國總統進行政治捐款，嗰啲渴望喺新政府上台之後能夠獲得關稅豁免、產業補貼或者係外交支持嘅海外利益集團啊、跨國大財閥啊，就揾到一個完美嘅合法漏洞，佢哋可以喺公開市場上面瘋狂買入呢間公司嘅股票。咁只要股價維持喺高位，持有近60%股份嘅特朗普，佢嘅紙面財富就會獲得幾十億美元嘅實質資產背書。呢一種將外交游說同埋股票掛鈎嘅一個情況就成功將地緣政治轉化為佢個人股票帳戶嘅實質日價。以2026年爆發嘅美伊戰爭為例，特朗普聯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狂怒行動，隨即就引發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當戰火點燃，特朗普喺社交平台上面揮舞住關稅同埋軍事大棒，國際油價就瞬間就打破呢個過百美元。佢緊密嘅聯動就連埋一啲嘅國防軍工巨頭嘅市值亦都可以話係激增，為特朗普嘅資本獻上咗財富盛宴。更加記得爭議嘅就係，當市場因為恐慌動盪嘅時候，佢就會突然喺社交媒體釋放和平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等等未經證實嘅一啲利好嘅消息。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操盤油價暴跌、美股暴漲、戰爭嘅爆發同埋平息，徹底淪為佢精準收割金融市場嘅波動開關。如果話地緣政治係宏觀嘅遙控器，特朗普手上嘅智能手機就係佢微觀操控股市嘅一個情況啦。從早期嘅 Twitter 而家叫做 X 啦，到如今佢個人絕對控股嘅 Truth Social 啦，佢開創咗人類歷史上邊絕無僅有嘅社交媒體治國兼治市嘅模式。普通人經常都會以為特朗普喺社交媒體上面嘅發言係情緒化嘅亂噏一通嘅。但係若果從行為金融學嘅角度嚟到審視嘅話，佢每一條敏感嘅動態都精準咁樣踩咗喺市場情緒嘅引爆點上邊。第一字千金嘅市場衝進術喺傳統嘅美股市場，如果大家喺呢個上市公司嘅 CEO 嘅社交媒體上邊發布一啲虛假嘅消息，或者刻意操弄股票嘅話，就會即刻遭到美國證監會嘅立案調查同埋勒令停職。之前就例如 Tesla 嘅創辦人馬斯克就曾經因為就涉嫌私有化嘅言論就遭受到相關監管機構巨額嘅罰款。然而，當呢一個發言者係美國總統，而且佢嘅發言平台係佢自己開嘅公司嘅時候，監管嘅防火牆喺行政權力面前就會撞得粉碎啦。口頭上話要干預呢一個嘅美聯儲，特朗普就多次喺呢一個嘅社交平台上面公開咁樣去鬧美國嘅聯邦儲備局主席，要求佢大幅減息。每當佢發出類似嘅行動、行政威脅嘅動態嘅時候債券市場同埋黃金嘅價格就會隨之然出現劇烈嘅跳動。仲有佢就會點名就羞辱特定嘅企業。佢曾經多次喺平台上邊就點名批評某一啲嘅國防承包商，例如呢個洛克希德馬丁啦、波音等等，話佢哋嘅合約價格過高。權威媒體報導喺特朗普發布動態短短幾分鐘之內，呢幾間萬億級別嘅國防巨頭，佢嘅市值就會蒸發幾十億美元㗎啦。無數喺電腦面前做交易嘅呢啲交易員同埋量化交易演算法就會將特朗普嘅帳號設為最高級別嘅觸發信號。特朗普喺二級股票市場同埋加密市場上邊瘋狂獲利，唔單止係一場驚心動魄嘅割韭菜故事，佢更加揭示咗美國立國200幾年嚟喺應對現代政治金融化嘅時頭所面臨嘅制度性崩潰。首先我哋講講喺1978年制定嘅呢個政府倫理法嘅歷史漏洞。喺美國嘅法律框架底下，有一項沿襲自水門事件之後嘅制度設計，就係1978年政府倫理法，強制要求總統、副總統以及行政部門高官每年必須要公開披露佢哋個人嘅資產同埋收入，
呢項嘅法律嘅初衷咧，係要透過透明度嚟到提高令到咧公眾可以知道佢哋做緊啲乜嘢，進行監督。然而呢項嘅法律就存在咗一個致命嘅歷史局限性啊！喺20世紀末，立法者咧根本就冇辦法預想到未來嘅資產可以演變成無需任何實體工廠、無需披露財報表、喺區塊鏈上24小時運作嘅呢啲 meme coins 啊，以及係去中心化嘅代幣。當特朗普將呢一份高達927頁嘅龐大資產披露書掉俾倫理辦公室嘅時候，佢完全係履行咗法律嘅規定披露義務，但係佢就冇隱瞞咧，就自己賺咗呢一個14億啊！但係喺禁止利益衝突嘅實質懲罰底下咧，法律對於總統咧就可以話係網開一面。正如前倫理官咧就提出話出於憲法對三權分立嘅解釋，現任總統喺法律上邊咧係被明確豁免於普通行政僱員嘅利益衝突嘅罰款條件入邊㗎。過往好似係卡特啊、列根啊、老布殊啊、克林頓啊、小布殊啊、奧巴馬等等嘅總統，之所以喺任內並冇利用政策為個人企業牟利，依靠嘅就係對公職體面同埋憲制默契嘅道德自律。佢哋會主動咁樣將個人財產變賣，轉入由第三方獨立機構操作，自己完全唔知情嘅可撤銷信託當中。但係對比翻特朗普，佢就徹底打破咗呢項嘅體面。雖然白宮咧一再對媒體表明話強調呢個特朗普嘅商業帝國目前已經全權交由俾佢嘅細仔，即係小 Donald Trump 同埋二仔咧去管理嘅啦。總統本人咧就唔會參與任何嘅商業決策，但係權威嘅財務咧就披露文件當中咧就講到話呢一個咧係一個掩眼法嚟嘅啫。真相係乜嘢呢？就係存放特朗普所有資產同數字利潤嘅信託，法律上係屬於可撤銷信託啦。咁樣就意味住，當特朗普喺真實社交上邊發布一條關於關稅嘅博弈言論嘅時候，或者喺白宮辦公室前簽署一項有利於穩定幣發行嘅行政命令，呢一啲嘅政策所產生嘅直接嘅商業溢價，根本咧就唔需要經過任何繁瑣嘅利益輸送渠道，而係會直接合法實時咁樣流入咗佢自己隨時都可以動用嘅信託口袋入邊。呢一啲咧喺實質嘅宣告咗呢個後水門時代美國公職倫理防線可以話係徹底咁樣係遁入咗一個道德嘅崩塌。對於呢一次美國媒體披露出嚟嘅財務報告內容，白宮方面強調唔存在一啲利益衝突。白宮方面喺一份話俾媒體嘅聲明當中就話，特朗普同埋佢哋嘅家人從未捲入，亦都絕對唔會捲入任何利益衝突咁話。曾經擔任美國政府道德問題顧問嘅呢一個嘅佩恩特就話，如果佢係國防部長，咁樣就喺度犯罪緊嘅啦。嚴格意義嚟講，佢可以咁樣做買賣一啲股票，但係從根本上係違背咗市民大家對佢嘅信任。佢話美國法律禁止咗聯邦僱員持有可能受佢哋工作影響嘅金融資產，但係總統除外。呢度係屈機觀察，我係伍俊傑大魚，我哋下一集再見。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屈機 TV 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啦！